缅甸台，你只缅甸客长，恁客长会缅话，缅话说客长。这麦安比的九列字到来，东台八个用短年说明字而来，这麦安比的九。安比呢就列字到来东台八个用端八个用端年八个用端年说明字而来说明字而来这就是麦安宾列九列字到来东台八个用端年说明字而来节就是过节，节季过节。这麦安病不安病，这个病呢，就是酵母的意思。不安酵母的病就是没发面的，就是失眠病子，就失眠病子。那安病呢，就就是病字，就是病字。我觉得这个酒是方言，斑鸠的鸠。病就是酵母，那节就是吃那个死面饼子的那个节。到来头日就是头天，就是第一天。到来就第一天，动就是关系代词 ，relative pronoun， 那个动就是头天。代就是杀。代就是杀，打就是杀。代八个用就是绵羊就是sheep。八个用端就是羊羔，就是小羊子。年就是吃，舍命节就是这个 Passover， 好像就是逾越节，舍命节而来那天。这麦安宾的九列字到来东台八个用端年说明字而来。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别人多有酒，我们都要唱，背呀哈，背着船长民族，到朋友朝当罗马背，能量自茶容，
北至老港北落北啊。